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6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去大港下过淡水河的淡江大桥，今仔举行核量仪式，按算明年5月通车。淡水甲八里会当减少25分钟的车程。有民间团体呼吁发1万块，应该排付嘛，互民众会当来选择旧专领1万块，甲这笔钱当作是国家的救命钱。长照3点控明年实施，全国目前大约是有11万个长照的床位，还个9000床才有够。来看又有风台要来了，气象署表示讲，目前伫南海李宋岛的东方，各有关岛有2个低压系统，伫菲律宾李宋岛的这个低压带可能向巴士海峡移动，嘛有机会发展成做今年第77号的风台比塔。拜四开始，台湾东南部、各有南部水气就会变甲真高。18号跟19号这两天来讲的话，在台东跟恒春受到这个热带系统的一个影响之下，都是容易会有一些降雨的情况出现，而且都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情形。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像是在整个东半部跟南部地区的话，都是受到这个热带系统的一个影响之下，都是容易会有一些短暂降雨的一个情况出现。而在其他地方的话，则还是维持午后雷阵雨的一个天气形态。气象署表示讲，今仔东部、东南部、有屏东会落短暂的阵雨，其他所在拢是多云好天的天气。桃园以南的山区过道会落雷公雨。今仔暗时开始，南方的水汽是移向北边来移动，东南部有屏东部分所在会落大雨。拜四、拜五，全台湾的天气是拢真无稳定哦，会熊熊落大雨，尤其是台东到恒春半岛，雨会落真久，要爱特别注意。再来看去台东下过淡水河的淡江大桥，今仔举行核能仪式，按算明年5月通车，会当缩短淡水甲八里的距离哦，会当减少25分钟的车程。总统赖清德伫个致辞的时阵表示讲，这座桥是3基区面的桥塔，当初设计流标哦是真歹做，也毋过咱台湾人坚持来完成这个全世界上状况的沙墙大桥。总统伫致辞的时嘛主动讲到讲最近在违法的争议。呼吁朝野就爱共同来讨论，思考出喺台湾会当登记丢安的在违法。我们合龙仪式完成，请大家热烈掌声，谢谢。开6年起好下过淡水河的淡江大桥，最后一地闭合这块合量到位。总统赖清德亲身出席见证历史的时刻，挂起特殊的淡江大桥。由国际出名的建筑师扎哈迪设计，完工了后会是世界上长的单塔无对称斜中桥。不过因为时间难度真悬，期间把设计流标，总经费是有230.38亿。在我们整个闭合完工之后，我们还有很多的工序，希望可以让这座大桥能够维持120年。所以，请再给我们几个月的时间，在明年5月9号。交通部话讲，要伫明年5月通车，按算淡水到八里之间会当减少25分钟的车程。所该第2线德惠路段塞车的状况，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当面向中央发声。我刚刚特别跟陈部长说明说，希望带来轻轨。中央已经报给中央，已经沟通好的部分，如果核定以后，八里轻轨就快速的核定，因为我们这个路廊已经衔接完毕了。我在这里代表政府公开讲，中央一定会支持新北市政府持续这项重大建设。新的财划法修法之后，中央不见得就能够像过往那么有能力来支援地方，所以过去中央经费比较多，就事情就多做一点。未来地方政府的财政会比较好，可能地方就要扛起更多的责任。老总统主动讲到最近在违法的争议，呼吁朝野应该保留中央照顾地方的能力，也检讨会当互地方平衡发展，做伙讨论想出互台湾好好鼓动治理的在违法。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二次大战将近80周年，中国是以开罗宣言等文件来指出讲，日本已经把台湾的主权还给中国了。美国在台协会 AIT 是以台湾地位未定论来批评中国的讲法，是扭曲二战文件论述。美国国务院嘛表示讲，因的看法是甲 AIT 相同。咱国外交部嘛强调讲，两方是对等存在，互相无隶属。外交部要感谢并且欢迎美方对中国扭曲2战的相关文件言论进行的驳斥，
特别是公开明确地重申美方对台湾的政策立场，驳斥中方虚假不实的论述，以及再次展现对台湾国际参与的坚定支持。美国在台协会是认为中国是故意扭曲二战时期的文件，想要合理化中国威胁台湾的行为。AIT 强调讲，北京的论述不是事实，是假的。前 AIT 的理事主席普瑞泽嘛指出讲，这是头一届看到 AIT 有这么具体的说明。伊嘛认为讲，这符合美国长期的政策，也毋过哦，伊嘛强调讲，伊是被过度解读。再来看国防部让两党今仔推出新版的全民国防手册。这届的手册特别强调，任何讲到国家战败，佮有政府宣布投降，这拢是假信息咯。另外，经济部嘛表示讲，全台湾有规划超过5600个配售站，提供油、米、盐、加速佮牛奶粉5大民生物资。未来应该来比较翠暗是名者，和超商卖场嘛来正做是配售站。经过2年，全民国防手册改版，内容精准简单，透过互人看有的图文，民众会当学会晓救家己、甲救别人，互大家有准备，更较安全。和旧版的手册差别是，亲像拆掉敌人甲咱方军人制服的分别。传统书表示，解放军这时可能继续国军，归去指民众离军队的活动较远咧。因那外界关注的配售站，目前全台湾有超过5600个点配售5大民生物资，未来有机会甲便利商店卖场合作。配售的品项有食用米、食用油、这个食用盐以及瓦斯。那近期再加上这个婴儿奶粉这5项是我们目前这个配售的项目。来参考口罩实名制的一个做法，希望能够透过超商或者是卖场的一个据点，它的一个普及性那在电力跟通讯正常运作的情况下，协助政府的一个配售的作业。手册强调，任何有关国家战败、政府宣布投降，拢是假消息。民众会当听警广、喊声、教育广播，得到正确的资讯。也那新版的手册纸本敢若印5000份，虽然有网站会当下载离线的版本，不过要互社会大众拢有，这是真大的挑战。配合921的国家防灾日，那我们也会配合几场次的防灾日的演习。来做现场的发放，另外也会借由北中南的全联定点式的发放。政府强化社会防卫的应变能力，面对中国军事行为扩大，国防部昨仔发布侦测到中国军机24架次，其中超过海峡中线进入北部、西南部、甲东部空域15架次，中国艦11架，公务船6架侵扰台湾，中国艦甲海警船加起来有17架，是有过突破最近的纪录。请健身的程序去针对这些动态来做掌握跟监控。中国布阵要甲台湾围起来，台湾4面拢有中国无人机的侵扰，情形是真罕见。国防部强调，运用联合情报监侦的手段，掌握解放军的动态，防止熊熊发生状况。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办议长裁定，民众党前主席郭文地同款是以7000万交保。今仔早起，郭文地搁再因为政治献金定案出庭。另外，木科公司的董事长李文官，佮有会计师段木正、郭文地同学被告李文忠，今仔是以证人的身份出庭。无表情强制发现，民众党前主席郭文地得到办议裁定，维持原刑价7000万交保了后，计无到14点钟，才能够出庭。主席，昨天柯美兰喊话要小草不要抗议，是有什么原因吗？裁定上大重点就是合议庭检出，免向有证人无做证员，都真长期暗要必要，暗过明确界定郭文地免甲共犯被告，家己等传唤证人接触，起诉证据清大在庭的证人是名有骚扰、恐吓、探寻案情的行为。到目前，北检也在研议是不是要控告。确实，昨天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在过去的几天当中，我觉得大家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讨论，再到昨天的结果，我想呢，把一切明确化来说，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不伫第一摆交保，甲郭文地有接触的共犯证人，但伫喊要互检方列伫控告理由，指郭文地违反规定，今麦北检裁定认定无伫限制接触名单，伊也透露心情，精神有较轻松。今天有准备什么吗？
这摆开庭重点放伫政治现金顶项，共犯被告李文忠用证人身份到庭，以正式受国民党指示，成立众望基金会，起初规划国民党做董事长，不过最后由来做，相关的财务核准也拢是伊负责。不过后检方问到国民党捌传信，向伊讲若是需要认定，党部应置换，伊是回讲应对信息内容无清楚。慢慢来。欢迎这摆审理公务团环保科公司董事长，也是李文忠的小妹李文娟，甲会计师端目前等共案被告，安算会专工开庭。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电兴达电厂离合机伫初9火灾，今仔有媒体是曝光，有业者摕中国的零件假做是原厂的货卖予台电。台电今仔是强调讲，所有零件拢是澳洲、韩国、新加坡等国家进口的，是无用中国货。董事长詹文新嘛讲，兴达电厂离合机，佮有南口发电厂离合机拢故障，供电确实受压力。初9高雄兴达电厂发生火警，各界拢关心事故原因。不过，今日有媒体报道，有不少业者技术用中国俗的华兰改标，佮假做原厂货，佮寄卖予台电甲中油。台电澄清，兴达电厂前期机组通报联名公司是机器甲中鼎，根据因的资料，供应商无中国。事故的发生就是在一个法兰的泄漏，这个法兰泄漏部分的垫片，我们会再做更深入的调查。我们手上现在看到的资料是没有这样子的事情。目前就是对于中国的产品呢是禁止使用了哈。那么其他国家的产品，我们是采取开放的态度。后续我们还是会继续的清查，同时确保未来进场的这些产品呢，都能够符合相关的规定。台电表示，会组清查守护天然气管线甲法兰的安全性，确保机组运转的安全。因为兴达电厂机组发生火警，加上南口一号机半夜故障，台电董事长詹文新承认，目前伫供电有压力，不过会紧密启动备用机组，确保供电的稳定。9月底，我们现在估算出来的夜间峰备转容量率是维持在6% 以上。台电最大的机组来讲，目前在线运转的最大机组只有80万，因为130万的现在在停机，所以它大概可以因应2.5部的机组的状况，所以在供电裕度上面是稳定的。但是我们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程度的供电压力。台电董事长詹文新表示，有关兴达电厂火警事故原因，要去调查，希望伫9月底进行做好兴达1号机的安全检查报告。会向市长陈其迈回应起火的造成专案小组等收到报告了后做实际审查，确保安全无问题了后才会试车。记者综合报道。全面普发1万块的政策已经送到立法院审议，无设排付的条款，上紧10月就通领。也毋过，今仔有民间团体开记者会，因是主张讲1万块应该就爱排付，嘛呼吁政府应该互民众会当选择拒绝要领这1万块，甲这笔钱当作是咱国家的救命钱，会当全款全用。顶礼拜是9月10日，行政院通过特别预算案，送立法院3读，若通过，上紧10月底，大家就会当领到1万块现金。目前政府已经公布5种领钱的方式，1万块马上就要到手。不过拜二有民团和各界代表开记者会表达诉求，呼吁民众卖领这1万块。人口结构其实是倒梯形的，我们的下一代其实负担非常非常的沉重，远超过我们这一代。那因此，我们越把债务还清，对他们来讲，越就是减除他们肩上的重担。所以我们认为优先的就是要偿还的国债。其次呢，如果真的不得已的话，我们说因为发生了一个什么重大的灾祸，我们赶快把所有的人集中去救灾。我觉得这个我们大家都能接受。好，那么再退而求其次，已经木已成舟，不可能挽回。那么是不是排付？而且嘛，呼吁政府紧把这个专款的这个物件，甲创个好势，互咱若这个政策若是要落去的时阵，咱拢会当甲这个钱会当等入去这个专款内面。讲未来真正有这个专款，会当用伫这个危险的时阵，安尼政府其他的钱，伊就会当摕来做别项的用途。针对普发1万块的政策，有民众表示支持，也有民众认为无应该发这1万块。如果大家都发1万，应该大家就是会促进这个经济比较好一点。他搞得好像我们一般民众好像我们没看过1万块似的。
民间团体呼吁行政院应该要增加一个选项，让民众会当选择无爱领，把钱放入去专用的口座，专款专用，当做国家的救命钱，亲像用伫个国防，也是发展本土语言才的所在。记者陈心东、谢桂玲台北报道。台积电今仔头一季现金股利今仔除息一开盘股价就起到1265块，完成填息。早盘股价嘛创新高，嘛起到1280块。带动台股盘中上侪起到300点，落尾收盘是起272点，指数嘛已经到25629点咯。受到美国四大指数全面拢起的影响，台股今仔开盘虽然是落21点哦，也毋过台积电一开盘就填息，是嘛起到1280块，创新高价，带动台股嘛一直起哦，尾盘起超过300点。分析师嘛指出讲，台湾、日本、韩国等地股市最近因为联准会 FED 降息预期，所以咱台股有机会会当搁再创新高。受到美国关税影响，目前减班休困的状况比月初还增加。劳动部上新的统计嘛指出讲，目前有333间事业单位，1334个人减班休困，比9月初增加2400多人。劳动部嘛表示讲，这有可能是客户的订单还无稳定。受到美国关税影响，冲击到台湾产业和劳工，所以嘛有劳资双方协商减班休困、减少工时的状况。在劳动部有公布统计数据，受到景气影响实行减班休困的有333间事业单位，总人数是7334人，比出一公布的搁再增加88间业者，人数加2471人。劳动部推测，除了业者订单无稳定的因素，嘛可能和8月13公告9大行业适用雇佣安定措施的补助政策宣导有关。还是集中在制造业是最多的，制造业的减班休息家数有271家，总共有6870人。这一次通报的减班休息的家数里面呢，适用就业安定措施的有244家，总共有5940人，大概都是家数有超过70%，人数有超过80%。另外，劳动部嘛表示，虽然通报减班休困的状况增加，可能嘛也是有乌数的状况。雇主若准实行减班休困，所无通报劳工局，嘛是违反劳动契约和劳动法令的。有劳团嘛提醒劳工，若是雇主无经过和劳工协商，就改变工时、减少工资，可能会违反劳基法产生积欠工资等等的问题。嘛，呼吁劳工拄到这款问题，通向劳工局来申诉。嘛毋是头家家己讲就会使准如煞吼，伊嘛是爱甲劳工去协商，爱来签这个协议书，真正有这个营运困难的这部分，才会使来实施这个减班休困。上少嘛是爱互这个劳工这上加这个工资的这部分。劳动部嘛表示，业者除了通申请雇用安定措施补助，通提供薪资差额7%，互劳工一个月上济通领12801块。另外，受到美国关税影响的，阁通申请再充电发电补助，一个月上济17210块，两项会当合并申请。嘛，鼓励业者主动通报减班休困，支持就业稳定和劳工的生活稳定。记者卢尚珠、郑春友台北报道。物价一直在起，民众是真无奈，希望讲薪水会当倒会起。这个月2日就会开上计工资审议会，劳工团体是主张讲至少爱起4%，上无爱起3%哦。也毋过受到美国扣关税影响，企业的成本是增加，上计工资敢有法度连续10届拢起，大家是拢真关心。今日去菜市啊，大家手链是挂甲大包细包，脚踏车的篮啊嘛底甲甜一甜。毋过，甲较早无共款的是，钱加真无够用，1000块若拍开，会当买物件减真济。以前可能拿1000块出去花，好像还可以买几样东西。现在的话，出门我看大概要3000以上。消费者的经验嘛，呼应劳工团体的诉求。主计总处公布明年 CPI 差不多是1.76%，GDP 预估差不多4.45%。毋过，食物类的介绍年增3.69%。医药保健类年增3.05%，互收入较低家庭是搁较恶负担。上计工资审议会会伫2日举行，甲会连续10年拢起，成做外界关注的焦点。劳团迄天嘛去劳动部头前表达诉求，认为上计工资起的幅度爱反映物价起，甲经济成长的成果，所以调整的幅度较合理，应该是挖4%。韩国今年的月薪它到以台币来讲是45900，
然后时薪来讲是220块，好，这是换算成台币的。那台湾呢？台湾到目前为止是28590块跟190块，好，所以我觉得反映4%是不为过的事情，3%绝对是一个底线。经济发展 GDP 实际上大部分都是高科技产业跟电子产业，它就占到2/3以上的 GDP 了嘛。基本工资有一个最低工资法嘛，有一个法律在那边，看看法律怎么做。劳团认为讲，若照4%的幅度来调整，月给就要增加1144块，达到29734块。一点钟的薪水是198块，安尼才有符合劳工基本生活的需求。不过现此时国际情势无稳定，美国加扣关税带来变数，加上企业面临营运成本加悬，上加工资起的幅度若伤大，敢会影响中小企业承担的能力，拢也要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华县的消防局统计哦，对今年1月到8月卡119报案无效的电话，大约是占3成4。其中哦，这民众伊连续6届卡119，佮随取消。调查嘛发现讲，伊就是来乱的，所以伊嘛收到一张1万块的罚单。电话响一响，勤务人员详细问情形，赶紧安排救护车。119应该是救灾救护的守护专线。今年5月，中华所发生有一位民众卡119报案，讲有人身体无爽快，需要救护车，无几分钟个卡来取消，互救护人员白了工。确定吗？自己去医院就好了。好，来，心脏帮你取消好。今年的5月份啊，有一名男子，那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打电话进来谎报有家里的人需要救护车，但是到达现场又没有这个人甚至中途把你取消，造成我们消防人员还有以及相关资源的一个浪费。消防局指出，这位民众1个月内有6届卡119报案的记录，但是到现场发现根本无人需要救护车，甚至是雄取消报案。经过查证，确定是乱卡119，消防局依法开出1万块的罚单。也若根据中华消防局的统计，今年1月到8月，计共受理11,829通的报案，无效的电话就占3成4，其中卡内无出声的电话是上侪的。昨24点钟，全部的电话个375通，无效的电话个占136通。这呢对阮接119的人员来讲吼，常常会影响到真正需要人叫救护车的人卡袂入来，这对阮来讲，长期嘛是一个困扰。消防局表示，灾害抢救加紧急救护拢是咧限时间走小绿的工课，希望民众珍惜救灾资源，千万唔通乱卡119电话占线，影响真正需要救护的民众。若是恶意乱卡119报案，违反消防法的规定，消防局嘛依法开出罚单。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当照3.0每年会实施哦，会来加强中重度的照顾，增加暗时的照顾，佮夜间紧急服务。有民间团体就指出讲，超高龄的社会病床无够问题是愈来愈严重哦。即马全台湾的长照机构大约是有11万的床位，也毋过卫生福利部计算哦，爱个9000床才有够，所以就爱个继续拍拼。巷巷内拢无人，毋过设施无拍远，受到警察局的冲击，新北市开平工商停办了后，经过社会局甲教育局做伙审查，后续会转型做长照机构，按算2028年伫原位设会当大的长照机构。咱个进入超高龄社会，长照3.0伫明年实施。卫部处长卢建潮进行接受媒体专访，评估这种会当大的机构，有关欠强要9000床。的确，它分布的太阳不太一样。那如果说比较是属于都会区，它有新建社会住宅的这个部分的部件，那我们当然也会一起去做考量。那其他的一些资源不足的区域，我们也会透过公司协力的奖励计划，然后征求。卫福部水平针对这种会当大的长照机构资源无够的区域，2018年就开始推动前瞻基础建设、种族保健、公司协调等等的计划。另外，也有跨机构并且和地方政府合作的3项模式，按算2017年会当达到供应甲需求的平衡。民间照顾团体直接讲，欠床的问题无好解决，除了因为设立标准提悬，地区成本增加，佮有照顾人力也欠工，业者对经营长照机构意愿可能佮降低。政府大力的鼓励社区照顾、居家照顾，这方面抢了不少住宿型机构的人员，连医院也缺人。我们住宿型机构抢人抢不过医院，抢人也抢不过这些社区照顾、居家服务的人。
民间团体建议，搁增加设这种会当大的长照机构的鼓励措施，也搁有放量会当大的机构收费的上限，也呼吁政府来看会当利用的空间，赶紧补给，才对着人口老化的速度。国际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今年咱国内饭店景气嘛是个真歹，也毋过宜兰的民宿的数量煞阁是继续在增加。县政府统计讲，今年是有2207间。也毋过，某人真怨叹讲，宜兰民宿的品质真差是真侪，嘛影响到在地民众的生活品质。有宜兰的民意代表就建议县政府应该爱做总量的管制，嘛爱有管理配套的办法。民宿的玻璃吹气害人客受伤，宜兰这几年民宿的数量逐年增加，品质有的好有的歹，亲像这款的消费争议事件愈来愈多。不过最近国内旅游饭店旅社的生意无好，民宿的数量却一直增加，业者分析原因。还是有很多建商在盖民宿，那用民宿的名称来包装建案，在销售。最近真侪建商广告会当买厝兼做民宿，吸引投资客投入，方认为是宜兰民宿数量大增加的原因之一。根据宜兰县府的统计，2021年宜兰县民宿有1703间，单年成长100间到200间，今年已经2207间。有业者呼吁，即马市场的状况无好，投资人若需要记者才会当投入民宿的市场，就要加考虑一下。应该宜兰县的民宿业者应该要提升，也应该要总量管制。有民代也反映，管理甲无好的民宿也一直增加，常常出现半暝唱歌、航码等等的问题，影响在地居民生活品质。建议县府应该比照过去发展，针对民宿数量做总量的管制，也是提出分级评比等等的配套管理办法，提升民宿的品质，也要积极对非法的民宿裁罚。成本上面我们会尊重市场机制，所以目前并没有任何要进入总量管制的相关考量。县府表示尊重市场机制，未针对民宿提出总量的管制。交通部观光署要建立好客民宿的标准，会继续辅导县内的民宿业者申请，确保宜兰民宿品牌的形象。那非法民宿的部分，稽查人数已经对4个人提升到6个人，会继续积极稽查。也伫网站公布非法民宿的相关资讯，呼吁游客会当参考。公司新闻采访报道。7、8月份的风台落大雨，和菜是起价贵三三。一寡新中期较低的菜即卖会当收成咯，甚至因为产量上过侪败市，农民规气无要收，放互伊烂。也毋过一寡新中期较长的菜色，即卖价销嘛是阁真贵。也毋过目前平均的菜价嘛已经对1个月前1公斤60块，开互到1公斤35块咯。农民透早无用咧挽汤时啊菜，毋过因为最近天气较稳定，产量过多等等的影响，地区分林菜色产地小菜类的价销持续咧落。其中汤时啊菜1公斤产地价销敢若剩差不多10块。有农民讲采收根本就袂好，有的规期全歹卖。你话9块人就砍掉，迄袂好啦。上西底农民伊即摆原物料上西底就爱偌济，你知无？差15块左右啦。咧走一个工钱值。你不付成本啊！你请工都无啥会好啊。西里国菜市场表示，7、8月因为风台搁落大水雨，地区菜色的价销贵三三。以8月中来讲，市场的到货量敢若剩600吨，平均菜价销起价1公斤60块。不过因为即马叶菜类复兴就市，交易量增加到800吨，所以平均等来到1公斤35块。瓜果类甲叶菜类无共，因为瓜果类大部分拢有大病是爱甲这阿摩多条扶正面顶这烟线网爱搁砍过，所以伊比叶菜类复耕较慢。西里果菜市场表示，叶菜类包括蚵仔白、硬菜甲汤时啊菜等等，因为天气稳定，产量增加，价销落到1公斤差不多10外块。不过，若果仔类、果子类，因为复耕期的时间爱较长，甲采收期等等的因素，到货量有限，所以价销也是悬。后续若无受到天气的影响，价销甲交易量就会愈来愈稳定。记者综合报道。全球暖化愈来愈严重，减碳是全球重要的目标。其中食物光合作用会当吸收碳，也毋过食物的固碳率是无介好，这互科学界是真伤脑筋。中研院院长廖俊智的团队成功创造出自然界一款新的离碳食物，
会当来提升固碳率咯，会当来增加食物成长的速度。这个成果嘛，堪伫权威的科学期刊，正受到国际重视。中研院院长廖俊智10多年前伫美国做研究的时阵，就关注要安怎互树啊、草啊，甲温室气体二氧化碳转做有机物的过程，也就是固碳的过程，会当更较有效率。即卖伊甲研究团队结合中研院的专业，头一届用人工设计的方式改变光合作用。卡文循环的产物加值光呼吸作用的一个中间产物叫做乙醇酸，一样透过这个 magic cycle 把它转为乙烯辅酶 A 再产为油脂，一个是增加它油脂产量，而且避免产油当中它又丢到碳。团队设计人工固碳 magic 循环，甲3碳的食物转做2碳的食物，用要6年的时间，伫细菌甲光合菌的试验有成功，而且应用伫咧食物，用阿拉匹草来实验。这2桩拢是今年7月14种的，做实验的迄桩发了较悬大，生产的油脂嘛增加2倍至3倍。当把这6个基因都放进去之后，改变了代谢途径。我们原本想说它可能就是顾比较多碳，产一些油这样，但是没想到它竟然可以促进生长。全球头一个新型2碳食物的机制，毋但固碳产油嘛较高大。这个研究的成果刊伫咧全球指标性 Science 期刊。不过廖俊智嘛几啊届强调讲，这是基础科学重大的突破，目前也无法度随解决全球碳排放甲粮食安全的问题。最后，我们还要能够说服社会大众，说这样子的一个植物是对环境无害的，对人类的生存、对人类粮食安全是有帮助的。研究团队讲，实际上的应用也阁有真侪问题要解决，包括对环境的影响，安怎以基因编辑来取代基因转移的技术，也阁有安怎把这个成功的经验应用伫咧经济作物。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罗西亚甲白罗斯等下举行联合军演，海空作战拢有包含在内。美国是真罕见受到邀请来观摩，同一时间美国嘛宣布讲要解除对白罗斯国营航空公司的制裁。有分析家就认为，白罗斯向美国来表达诚意，两国的关系是有缓和的趋势。白罗斯近来演训场国防部长贺立宁亲身接待美国军事官员，佮开放观摩所有区域。罗西亚甲白罗斯的西方005联合军演规模真大，演练动用飞弹、长程轰炸机、甲反潜直升机等，佮展示破坏力各各样的武器。白罗斯防长强调，这摆演习是两国联军相关战术训练，佮邀请包含美国在内23个军事代表来参观。Проведение совместных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учений «Запад-2025», которое является венцом или основой подготовки войск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еларусь 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美国军事官员也受邀观摩，白罗斯防长除了承诺维稳总政府物件，佮允准美方自由选择参观项目，强调愿意展现透明度，被解释是释出善意，是要甲美国修复关系。Самые лучшие места в Александре, так и расставить для наблюдения, все, что интересует, все п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хотите, куда хотите, можете пройти, посмотреть. 在这个演期间，美国当局解除对白罗斯航空的制裁，允准买零件甲维修波音客机。进前，白罗斯当局释放52个政治犯，包含记者甲反对派人士，被看作是高压条件。白罗斯航空捌伫2021年强调，随安航空客机别降事件了后，互欧盟甲美国全面制裁，无法度买零件维修机队，互航线减少再步陷入困境。制裁解除，象征两国关系这几年上大突破。外界分析，这可能为美国中期驻白罗斯大使馆铺路。公司新闻陈伟珍报道。有一个31岁巴勒斯坦人阿布达哈，因为特别逃离战争开真侪钱，嘛受尽折磨。过程中会骑水上奥多麦跋入海里，互罗马尼亚巡逻艇救起来。目前伊人是伫德国难民收容中心，伊讲伊煞来想要甲亲人拢救出来。
以下冲突到即卖已经超过64000个巴勒斯坦人死亡，违背活来。阿布达哈去年4月付5000美金为拉法关口进入埃及，伊讲家己一开始去中国希望得到庇护，毋过无成功，所以去马来西亚、印尼，搁转去埃及，所以伊去利比亚。根据真济群众权团体甲联合国的报告，为要为遮争取一个偷渡去欧洲的船飞，真济渔民伫遮互人口贩卖，互民兵虐待捕杀。阿布达哈伫遮40摆拢失败了后，想出一个办法。فقمت في التخطيط لها خلال شهرين جبنا جيت سكاي جبنا بفحص البنزين حسبنا المسافة اتجاه اللمبدوزر كان البنزين ينتهي معنا يضوي يعني زملق أردنا 15 كيلو فصبقها 20 كيلو。阿布达哈联络德国亲戚了后，罗马尼亚顺道拯救起来。这时阵，伊用记者知因的故事，阿布达哈提供路定的文件甲影片，伫意大利南边地中海的南佩杜萨岛由当地驻记了后，本来是88位西西里岛送去热那亚，毋过中途逃走，被伫灌木丛了后几点钟3人分开。كل شيء حصل معنا فنحن لم نتوقع الذي سيكون أمامنا ولكن 为这时阵开始，意大利当局失去因的动向，阿布达哈坐一班为热那亚飞向布鲁塞尔联航班机，坐火车到德国科隆，甲亲戚联络到，最后到西北部城镇布拉姆瑟。شغل وكل شيء الحمد لله كان مرتاح ماديا وكل شيء وكان باني وراح كله هذا ربنا هدوا لي اخوي بعد ما هدوا البيت。阿布达哈已经提出庇护申请，这段路程环过亚洲、非洲甲欧洲，渡轮火车机票甲头渡钱真可能将近2万美金，命保掉咧。毋过还有一段未知的路要行，就是将战火内底的亲人接过来。公视新闻恩文玲编译。过来消息来看，桃园龙潭区中兴路的九龙段到东龙路口，常常拢有车祸。顶礼拜是有个奥多拜甲汽车相撞，警方是表示讲会来加强这路口的巡逻，卖严格来处理交通违规。奥多拜受到强烈的冲撞了后，规架车害甲不遮严重。事故发生伫10月迄天7点45分左右，一架运输的自小汽车经过龙潭区，沿中英路九龙段倒滑东龙街的时阵，煞和对向直行的重机相撞，发生事故。造成机车骑士脚部有受伤的情形，所幸生命无大碍。双方经酒测，酒测值均为0。判去机车搁停伫路边，加载机车骑士无性命的危险。根据警方的统计，龙潭区中兴路九龙段甲东龙街口，今年以来总共发生2件有人受伤 A2 报案的车祸，也有2件车辆载物受损 A3 的车祸。当地民众认为台专区设置的所在无属实，是车祸发生的主因。应该1个多月会撞一次。待转机应该设在红绿灯下面，干嘛设在这边啊？这边红绿灯又很长，它距离很长。等到这边变红灯的时候，这边要过这边的绿灯，所以就时常在撞在一起。台三线中兴路九龙段呢是属于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路权，那我们也会将民众针对这个待转区的相关的陈情来转请这个交通部公路局，针对待转区的合适性来进行解释。针对接失事的路口，交通局回应讲，会转请公路局检视台选区。警方嘛表示讲，会持续加强这个路口的巡逻次数，严厉处理交通违规案件，防止交通事故发生。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头刷石的事件是愈变愈多哦。街头地检署带队稽查，初步是将阿美拢的农地，各有10个所在有互人囤应建的废弃物。其中有一个地主哦是议员的前助理，即马嘛无排除哦有可能是集团犯案。警方嘛借科技执法来侦测可疑的车辆。结果举报说这个它是回填的部分是那个回填这个是有问题，所以才会请那个环保局来会勘。基山分局长看甲检察长说明，这个农地囤土的问题出伫倒位。虽讲前议员助理赵丽君，这个农地已经囤平好势，不过土方内底拢是起厝卡落来的暗木土角甲砖仔角，土地顶悬有囤满2楼高的建筑废弃物。事实证明囤土的动作无老实。来实地勘查，桥头地检署检察长表示，一定严查严办。我们必须要到现场来去了解，才能够更进一步明确了解到底我们的整个大自然环境。整个国土被破坏的这个严重情形，
检察长带相关人员到现场实际走一抓，因为农地偷拐案件一件接一件逼，检方怀疑背后有集团，在地基层分局这阵啊也结合科技设备来加强稽查，包括伫列管的农地，也有禁止沙石车出入的所在，拢来到监视器，只要发现无对当，都会随通知警方到场稽查。杀死再走没？啊，那你们会不会担心这样影响到你们种东西啊？我们哪里有办法？农民有什么办法？以设备科技执法来替代警力，因为警力有限。那对于这些所谓的列管坑洞防治这个不孝的业者再有这个倾倒废弃物的状况。警方表示，目前列管的农地已经有正10笪，警方拢已经有到监视器来加强稽查，只要发现有不法的行为，就会随派人去看，要互伤害农地行为降到最低。记者郭家祖、赵阳、高永昌报道。台南某昨下晡伫个单位讲，四那5点钟来四那是超过上千解。南区气象中心解释讲，这是太平洋高压造成对流发展了正旺，才会安尼。另外，台南山山上的水稻博物馆最近樱花煞大开了，这嘛有可能是天气变化造成花期拢乱去。15号下晡5点半，台南天顶四那一直是连续出现真侪个单位讲兼有四那的光，四那路径看甲真清楚。那这特别的景象，5点钟来四那超过3000解，这个乡亲看甲会惊，因为这款状况无介正常。南区气象中心出面讲，主要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地区中昼过后对流发展较旺，伫台南甲高雄交界一带开始发展，继续往西边海边的方向刷叮当。气象中心也提醒，这2天南部中昼过后，赶快爱注意有雷阵雨。台南最近好少有这种天气的变化，因为台南最近有时候仰望天空都可以看到双彩虹，很美。没有想到这2天就雷雨交加。由于对流发展的时候，在积雨云里面会有非常多的冰晶，那冰晶互相碰撞之后会产生电荷的分离，那分离之后会在云间产生一些放电的一个作用。同款是较奇怪的气候现象，嘛出现伫咧台南山上回恒水稻博物馆，原本应该等到寒天到春天才会开花的河丁樱，这摆煞伫咧9月就提早开花啊，互游客感觉真意外。园区解说，园内樱花树并无做催花处理，研判是一日啊寒，一日啊热，致使樱花的生长期错乱，拍乱食不自然的花期。那都10丛吧，一丛拢规蕊啊。哦，规蕊啊。上水也是过年时阵，因为气候的关系都变年啦。不只是樱花，很多花的花季好像都乱了。例如现在我们园区还有1、2棵凤凰树，还有看到花。理论上，凤凰花的花期也应该过了。那以樱花来说，我们倒是第一次发现它在这么早的时候就开花了。水稻博物馆表示，有专家提醒，这款季节错乱，恐惊影响到食物正常生长。这款大自然的气候变化，就要小心面对，唔通放花花。记者李从台南采访报道。再来看空军伫平湖下靶场的演练，不在威力嘛造成附近有部分的主体受到损害。空军是强调讲会派人去慰问，卖来提供补偿的办法。伫花树国小上课的学生，雄雄甲老师讲，因看到外口咧庆宴，原来是空军七8至12伫咧平湖草树石大靶场进行实弹炸射的演练。会当看到炸射了后，演是请甲真悬，显示部在为了真惊人，甚至连40公里远的马径，会当感受到震动。因若离靶场上外差不多8.5公里的花树，头一个受到冲击，部分的人家厝嘛受损。身体会较袂旧来。炸射拢会闭开的，拢会裂开。只有逐间厝无完全的，拢有裂痕啊。届时也会派员赴这个万安乡花语村实施慰问，还有一些设施损坏，会做适时的这个释处，并适时的这个做补偿。空军讲会派人去斗修理，因若花树在地人是体谅国军实弹演训的重要性，表态支持。为着要减少社桥造成的浸泡，冲击到人家厝，空军即届原底是规划伫咧靶场附近的海域，放大粒的红色气球当做标靶，降低社桥的浸泡，甲对徛家结构的影响。不过气球却是雄雄无去，初步研判是因为消防沉到海底。气球是为了让飞行员目视方便。那其实飞行员本身就有雷达投弹的能力，那个有在的话，就增加了你目视再做一次设定，然后你可以用雷达第一个航线先给它做锁定一下，然后更准嘛。体育飞官高志颖分析，
无论是用爬船也是气球，拢是希望降低对人家厝的影响。虽然东部的海峡较宽，离徛过较远，不过因为海底搁较深，厝内干会当请海军舰艇拖爬船，再搁做实弹射击，而且考虑射击了后碎片喷出去的范围，所以大部分干射小型的弹药。若要训练炸射大型的弹药，就干会当去偏湖石大靶场。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县动物保护自治条例草案3读通过，第17条是改读做全面禁止使用山猪条。农业部是认为改良式的限制应该是会当免受到限制，也毋过都有动保团体抗议，因是要求县政府应该就爱维持禁止使用山猪条的规定。你先把脚的部分。南投县大部分是山区，抗动物陷阱也是山猪条状况真普遍。为少流浪鸟狗着陷阱着受伤，变做三脚鸟、三脚狗。所以南投县府有定动物保护自治条例，也经过议会3读通过。内底条文有立法全面禁止使用山猪条，但3读的草案送农业部审核了后，中央提出一寡意见。南投县府8日嘛和动保团体开座谈会。动保团体开会进行画口号，诉求县府要依持禁止使用山猪条的主张。全面禁止山猪条，立法刻不容缓。南投动团跟全国12个动团所共同的诉求，全面禁止山猪条的条款，希望能够尽速入法。家畜所在查缉山猪条的时候为主责机关，希望警方能够协助处理。针对南投县动保自治条例草案第17条，专管禁用山猪条，农业部提供的意见是根据野生动物保育法，危害公共、家禽、甲特定安全，使用改良式蜡具无受到限制。另外第17条第2项，查缉山猪条必要时会当回动警方处理。内政部认为条文内底必要时的判定无明确要件甲定数，嘛建议提掉。我们今天你要拟定这个结论以后里面会跟农业部里面再进行一些初步的沟通，再经过宪政的法规小组修正以后，再提县议会来做3读通过。南投县府农业处表示，当初拟定条例草案的时阵，是收集地方意见才制定的，后续照中央意见重新议定。同款会开座谈会收集地方意见，甲农业部沟通了后，会个案定数送审议，迄笔完成才会颁布。记者许平仪南投报道。台中当时的花园里山区的民众大部分几代拢是做事人，最近有业者伫当地买土地，按算要来开发宠物4名园区，互当地民众是真反对。今仔业者甲官员去现场会勘，嘛甲在地民众发生冲突。市政府是表示讲，因会严格来把关。坚决反对宠物送入园区。 50几个民众扣白布条抗议，台中市东市区太营里最近业者买6分地，申请开发做动物盘4名园区。台中市政府甲业者伫10日来现场会勘，附近的民众批评讲，当地世代拢咧种果子，嘛是石冈坝水源保护区，若受动物盘品种设施入来，空气水源拢会污染，通路卖经过私有地，所以强烈反对。如果他来的话，一定是破坏这里的生态环境以及住家安宁啦。 所以这也是大家里民的心声啦，就是像一个锅子的地形，好，所以这个地方增设了这种设施下去的话，以后影响的是这附近的所有住户。李定讲，太营里社区是伫个山谷，品种设施产生的垃圾空气恶质线。台中市政府讲，业者今年依照农业部非都市土地申请变更为宠物4名纪念设施使用兴办事业，计划审查作业要点，申请核准。目前市府正咧做实质的审查，会勘是要评估确认可行性。业者甲民众发生争论，强调开发面积大概3分地，不过地方若是反对，会考虑变更开发项目。 放心啊，然后就是说，大家有意见的先，说真的，或许我就是说这方面不要做嘛，我们申请其他的项目嘛。今天办理现场会勘，并将针对本案的可行性、必要性及无可取代性的部分来进行评估，是否会严格把关，并将地方的民意列为本案审查的一个依据。 台中市动保处强调讲，业者申请甲农牧用地变更做特定目的的事业用地，牵涉到农业都发水利地政这块局处，市政会严格审议，审查时会甲民意列为参考。民众讲，若准市政府同意业者的开发案，会抗争到底。记者综合报道。
长美云年度大戏《望伫海潮》迄一边，演清朝海贼蔡振马的故事哦，透过女性的角度来理解爱情、婚姻、和事业的起起落落。那么，做伙来欣赏。感情暧昧，后一秒两人手牵手去谈恋爱，演出一段婚外情。这是长美云歌戏团的新作品《望伫海潮》迄边。这届长美云不是演小生，该演小段。伊演的是清朝海贼蔡肯的牵手，不过煞去爱着歌戏演员小咪演的生理人李启明。伊嫁互蔡肯了，其实伊毋是干那做某尔，伊是伊的军师。伊替伊规划伊即个海上企业的版图，所以是一个贤内助。虽然伊的个性有较浪漫一点嘛吼，所以上岸了后就去找迄个拄着小咪老师。伊是一个真浪漫的即个查某人吼，啊来见着我即个斯文人，啊就结做斯文安尼啦。吼，啊丁人迄边就无共款啦，吼，就会较派头较查甫个性。这届演长美云翁婿是京戏老生唐文华，这是因第4届合作。伊讲对京戏看冷戏来演歌戏需要做真侪功课，加在现场每一位演员拢是伊的台语老师，伊也学了真紧。我的老师就直接去做工课，就真少看，真少听，啊老师甲我教，啊么倒一个字啊嘴啊闭起来。做伙演戏的，阁有柯秀妮，伊演的是一位欠开的客栈头家娘。4位实力派演员共台演出。长美云讲，望伫咧海潮迄边是一个贴近历史、专心打造的故事，邀请观众做伙来看戏。记者李选林旭凯台北报道。来看南华大学幼儿教育学系老师和学生成立一个囡仔册创作的团队哦，甲偏乡幼儿园合作，做伙来创作，嘛，互偏乡的囡仔会当有无共款的体验。经理甲幼儿园囡仔做伙画图，互一百画出来作品，才做是绘本创作的元素。南华大学幼儿教育系团队利用休落的时间去偏乡的幼儿园，用绘本创作的计划，要替偏乡的囡仔带来无共的教育体验。根本没有资源的这些幼儿园，那带给这些孩子或是家长，还是学校的各方面的教育的多元的刺激，多元的资源，那可以提供更好的优质教育。南华大学幼儿教育系指出，为着这个计划，团队专门替大拿民雄溪口加强3间幼儿园，设计符合因的内容甲教材，唔但引导囡仔表达甲创作能力，嘛互参与的大学生有实际接触教育现场的机会。阮有甲小朋友讲，阮要做一个城堡的主题安尼啊，小朋友就一直甲阮就一个想法的，就是这故事安怎进行，拢甲阮想好，啊，阮就完成一个故事的架构安尼。在课程当中，我有去画一本绘本出来，而且这个活动内底嘛用去带囡仔去画图，而且用讲故事给囡仔听，用较增加家己的迄实力。配合3间幼儿园设计绘本，刷来除了平面的印刷，阁会结合 AR 甲 VR 技术甲动画的制作。团队希望甲亲自教育现场的经验，唔但转换做符合幼儿的教育内容，嘛互集体创作的成果，成做偏向教育资源的能量。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下晡晡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华岛地区上低27度，上悬34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